你真係眾望所歸，快啲換翻件旗袍啊，行翻過去先啊！咪要繞長一週先。係啊，你要長一週先啊，被打啊嘛，係嘛？好啦，咁我哋咧真係要宣佈究竟冠軍誰屬啦。緊張時刻，呢個應該都係大家非常之興奮同埋期待嘅名字嚟嘅。2014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冠軍，眾望所歸，都係你啊！10號方思陽。我們要再次把最熱烈的掌聲送給10號方詩陽，獲得2014年度多倫多華裔小姐的冠軍。恭喜晒 Valerie 咧，幫你25歲，志願咧就成為成功嘅企業家。咁啊，唔好睇下 Valerie 咧嬌滴滴嘅身形，但係其實咧佢嘅演繹咧係非常之有爆炸力嘅。喺我哋今年呢度咧，亦都係成為咗我哋嘅3料冠軍，恭喜晒！在20年之際能夠獲得冠軍，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獎項。冇錯，而且係我哋20週年可以代表作為多倫多繼續爭取更多嘅殊榮嘅喎。各位朋友，接下來我們將進行的是冠軍的加冕儀式。Valerie 咧今晚呢個演出係相當之淡定啊，可以講話係實至名歸㗎。喺呢個時候亦都我哋有請我哋上一屆嘅冠軍梁淼小姐為我哋今屆嘅冠軍咧就係加冕。見佢贏得咁淡定，就知道冠軍真係抵佢攞㗎啦。皇冠、權杖、獎杯，還有鮮花，這個晚上屬於他10號方詩陽。好啦，唔該晒我哋嘅頒獎嘉賓，亦都有請我哋新鮮出爐嘅冠軍繞場一周，接受大家嘅祝賀。我們有請新鮮出爐的冠軍繞場一周，接受大家的祝賀。哇 Valerie 咧得到呢個嘅冠軍嘅寶座咧，可以講話係眾望所歸。而支持佢嘅朋友咧，我諗可以過幾個月咧，就喺國際中華小姐可以見到佢，希望佢能夠再下一城啊！冇錯啦，再次咧為我哋多倫多爭光。而時間去到呢度咧，我哋2014多倫多嘅華裔小姐競選咧，就經已告一段落。我哋3位嘅任務咧，亦都圓滿結束啦噃。喺度咧非常之多謝怡興嚟到我哋一齊合作啦。雖然咧係第一次合作，但係咧相當之愉快。希望將來仲有多啲嘅機會咧，同你同台演出。一定，希望下一屆記住揾埋我一齊玩啊！我們也希望各位看得非常開心，要再次的祝福所有的得獎佳麗。亦都包括咧我哋嘅今晚嘅大會特別表演嘉賓胡鴻鈞 Hubert， 俾掌聲！亦都多謝我哋今晚嘅評判同埋我哋嘅大會核數師。我們要特別的謝謝我們的舞台監督 Vincent， 還有這些所有很棒 dancers。當然唔少得嘅就係我哋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同埋台上面呢10位發光發熱嘅佳麗，再次俾掌聲佢哋。謝謝。好，各位觀眾，我哋明年再見，拜拜。晚安。傳承芳華美，邁向新里程。2014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主